伫咧最近出海上海岸的业者有甲海洋环保署合作，定出规范，目的就是袂当去搅扰到海岸海底即寡海洋动物。有专家认为讲，爱限制人数，安尼才是上界根本的处理方式。海猪啊跳出水面，搁对伫渔船边啊游。坐船出海观赏海底海岸是亲近海洋的方式，但是过去为着观赏会有真侪无适当的行为，亲像渔船驶伤啊，造成海底海岸受到黑镜等等。海洋保育署即马甲带民众观赏海底海岸的业者合作，加入友善海洋计划。可以跟业者合作，保持在赏樱过程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在合适的规范之下，能够同时寻求鲸豚的保育以及一般民众认识近海的一个权利。那每一种海豚其实出现的时间跟一些生态行为都会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去认识这些海豚的生态行为。海保署表示，观赏海底海岸目的不应该只是娱乐，应该透过观赏来亲近海洋，了解台湾海洋的生态环境。目前计共有17间业者甲2个 NGO 加入友善海洋计划，执行400场以上的宣导，针对民众可能有的错误观赏行为来做解说。我看过很多来赏鲸的朋友会带着面包、带着饲料、带着所有的东西，他们都觉得利益良善，都会觉得说我是为他好，我想给他们吃。除了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员工伙伴开始以外呢，那再来就是对渔民啊、对游客做这样友善的一个宣导啊，那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海洋对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性。业者表示，海洋友善计划会使让海洋永续发展，民众愿意保护海洋，嘛互观赏的生理会使行久长。海保署表示，未来还会推出友善观赏计划2.0，针对观赏解说人员提供认证制度。记者郭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